实，是不是主动退出才显得更加懂事？连同可笑的解释，请全部到此为止，再也回不到故事的开始。我终于哭着决定从你的世界消失，给你的另外一位腾出重要的位置。你何必泪流不止，表演的淋漓尽致，可转身的动作没有一点延迟。安静房间连续响铃的短信，寥寥几句对你的爱没有情，好像故事不小心陷入了瓶颈。我无力拥抱你忽远忽近的背影，我终于哭着决定从你的世